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0集。我是小张。真侪网友拢无法度理解，为虾米我常常批评陈世明博士。今日我就讲互你听，有一寡证据伫影片内底，你甲看落就会了解。我对陈博士无啥物误会，但是陈博士对我的误会真深。伊可能想讲小张是软脚虾，伫即个所在，我爱讲互清楚。别人你罔甲欺负，罔甲傲慢，罔甲硬配，但是拄着我无咧食你即套啦。招过来，哇，即声袂得啦！咱来看陈博士即支影片。即个影片的标题安怎写？与黄俊雄大师的约会，甲黄俊雄大师的约会。哇！即个黄俊雄大师是咱台湾的国宝，敢有影两个人约会？咱继续甲看落。两个人到底有约会啊无？即件代志，陈博士伫伊家己的节目内底讲甲真清楚。一开始，陈博士接到情报，听讲黄大师伫某一间咖啡厅内底咧啉咖啡，人陈博士就紧去啊呢，去找黄大师。去到位了后，就开始自我介绍。两个人有坐做伙翕一张相片。陈博士就用这张相片放伫伊的节目内底，标题就写“甲黄大师的约会”。各位，这种情形，这种的见面，敢有算是约会？咱即马先来讲啥物叫做约会？约会就是双方面拢爱答应。包括时间甲地点，若搁较功夫的参约会的目的，就爱讲互清楚，安尼毋才叫做约会。陈博士即支影片，相信真侪人拢捌看过。小张要来请教各位，陈博士甲黄大师的见面，敢有影算是约会？当然嘛无算，笑死人！双方面拢无共识，是要约啥物会？明明都毋是约会，我实在想无，为何陈博士要伫标题内底讲白贼？即种的行为，伫台湾的社会，敢有影有法度互人接受？陈博士即款的行为，就是正港的自欺欺人，骗家己无够，搁去骗别人来斗。小张来讲一件代志，互各位听。差不多20年前，全台湾上水上红的，就是林志玲。有一摆，小张参加一个活动，嘛捌甲伊翕着相，翕做伙。小张若是摕即张相片，一世界甲人讲，你看林志玲呢，甲我约会呢，那即款的行为是毋是真袂见效？即马陈博士就是在做共款的代志，足袂见效的。陈博士的见效代，毋是干那安尼尔啦。咱来看伊伫留言区内底安怎写。为昂顺的即句话，小张来甲放大。伊写安尼：有的阿呆还到国外读博士，常拿脏水泼人，结果还是姓张，真的好巧合。你想，伊在讲啥物人？伊就是在讲我啦，伊就是在讲小张啦。无毋对，我是留美的博士，但是我的博士是化学博士，甲台语、甲汉字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所以我伫我的节目内底，毋捌讲我是博士，加讲加绕开的。咱做节目讲的是道理，甲是毋是博士有啥物关系？小张伫节目内底确实常常批评陈博士，但是我批评的拢是针对伊的节目内容、用字、文献，甲对台语的误解咧做批评。咱来看陈博士安怎批评我？伊竟然摕我的姓来咧做文章啦！人甲人就是差遮济。即位陈博士实在有够垃圾，实在有够无水准，有够无风度。咱话讲倒转来，贫甲善相通的证据，你找着啊未？若还未找，还是办大找，还是找无，无要紧，小张来替你找。咱即马来学一字新的字，即个字伫
伫集韵甲韵会内底写甲真清楚，读作用。正韵内底有一个解说，真有意思。生夜，若用白话来讲，就是坐甲有春的意思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善夜，伫广韵写了搁较清楚。用善夜表示即两字就是正港的同义连词，两字拢是坐甲有春的意思。那安尼善甲平到底有啥物地带？继续来讲即字用，小张认为即个字嘛是年久月深走音去的字，咱即马拢读作中。咱来举例说明一下，不管啥物物件，咱拢会使安尼讲。小张，我无教啊，你有中无？有中。即个用法伫咱的生活当中，是毋是常常讲到？讲完即字中，小张即马要来唱歌。小张伫家己的节目内底毋捌唱过歌，即摆是头一摆，希望各位莫甲我气嫌。初恋爱情酸甘甜，五种气味哦。若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记记。是安怎就要唱即条歌啊？主要就是要来讲即个字酸甘甜的甘。即个字伫国语内底读作甘，那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就爱转韵读作甘。像即款的字，安转韵做暗的字，是济啊少？小张会使甲你讲真济，咱来看卖。小张经即几字，拢是咱上接看的字，无法度逐字讲甲到，咱来讲第一排就好。即字暗，咱就读作暗面蒙的暗；探，咱就读作探听的探；参，咱就读作参加的参；山，咱就读作三太子的三；散，咱就读作他们散赢赢的散。即马已经有人咧问啊，我有听到啊。小张，你是安怎无代无志，要讲即个安转韵做暗的字？咱继续甲看落嘛。咱即马来欣赏陈博士写的即篇台语文，标题叫做两个囡仔拄拄好。小张要来甲陈博士请教。恰恰是安怎读作嘟嘟？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讲，写甲真清楚哦。恰恰是鸟鸣声，听起来哪参像是安尼？卡卡，是毋是安尼？敢有鸟仔的叫声是嘟嘟嘟嘟？敢有安尼？若有，可能嘛是干那剩陈博士因兜迄只。若真正有鸟仔安尼咧叫，陈博士一定爱甲人讲。因为这算是天下奇闻。过来，把握可能写了毋对意，无小心的，无要紧。重点，咱要来讲即句为非乱造，这根本就毋是台湾闽南语嘛。我透死人毋捌听过即句话，啊若无应该安怎讲？伫咱台湾，敢有影无人讲为非乱造？真诶，啊无应该安怎讲？咱台湾人拢讲。为非三造，声调哪参像唱、西、西、霸，就是安尼。去问老一辈就知。啊，若安尼，陈博士是安怎要甲写为非乱造？真简单嘛，因为即个字伊毋知安怎写嘛。即个字转调了后，读作第一调。若安尼，也未转调进前的本调是第几调？咱来看转调的规则。一进前就是二，所以本调就是第二调，读作三。那安尼即字三到底是叨一字？咱拄则捌讲过，伫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内底，拄好有即字。为非三造就写作安尼，写即字三到底有道理也无道理？咱来看韵会安怎写，不自检索为三。不自检索的人，就会犯过，就会做歹代志，就会乌白乱来。用伫即个所在，各位感觉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欢迎给我意见。过来，有一位高手建议会使用即字，
嘛有人建议会使写即字，即两字拢是可能的用字。教育部用即字为非三做写作安尼，到底叨一字才是正字？欢迎各位讨论，互我意见。咱即马来讲结论。第一，陈博士的行为，你若感觉拢无问题，照常要挺陈博士挺到大底，请你留言，我想要知影你的心态。第二，为非三做写作安尼，你若有搁较好的意见，麻烦请你指点。第三，上要紧的，请各位继续叫我校长就好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